请问台湾的身份证2号头一个英文是代表伊的户籍，啊，倒一个字母吼，即马拢无咧用啊咧。倒一个 Y 刚是是虾米？我嘛是刚刚是这个系啊， X， X X 你的答案是 A X。这朋友拢足善良的，对啊，你看这边安尼啊，不要紧，咱搁甲机会让伊。来，你再讲啥调回去啦的嘿。阮的决定是 C。 ？Z。咱的行政区上大就是台北市嘛，所以台北市的是 A 啦， A 啦吼。啊，然后你就是开始排迄个医学区吼，你排了后，较搁排迄个管区吼。对所以你若摕 LV 的吼，你就是爱带台中搁台东 LV 的。啊，花莲遐像阮翁原住民，因就是 U 啊，当较后壁。啊，上尾这3字 X Y Z 这3字吼，就是摆甲拢无啊，出的对无？所以这个 Y 是迄个阳明 Mountain， 就是阳明山，阳明山就是草山。啊，迄个 X 是有所在的，咱可能铁尾爱徛过迄边，遐叫做平湖。嘿，啊 Z 嘛爱甲徛过，遐叫做金门是连江关，吼，就是嘛是咱遮有算咱遮2号安尼。